这是刘大为，我的老公，以后就管他叫刘先生吧。是，刘先生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您多关照。张阿姨在我们家已经待了10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找她就好了，不要客气。张阿姨，我的箱子帮我拿一下。给汪琪打个电话，告诉她她的新爸爸回来了，让他从学校回来一下。菜你可以烧了，我跟先生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您辛苦啊。一个保姆，没必要那么客气。一时还没适应过来。以后就知道了。走。女儿回来了，王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刘大为，妈妈的丈夫，以后就管他叫爸爸。大为，我的女儿王琪。你好，王琪，希望我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王琪，妈妈以为你已经懂事了，你不能让妈妈老了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吧？那不是还有我吗？傻孩子，你要结婚，要嫁人，要有自己的家，肯定要离开妈妈的呀。我干嘛要离开？即便是以后我结了婚，我也要和妈妈在一起。有你这份孝心，妈妈就高兴了。但是妈妈也要有自己的幸福啊。找个男人回来就幸福了？怎么跟你说呢？你还小，你不懂。我不懂，离开男人就活不了了。王琪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希望你对你的新的爸爸要尊重。小多，你今天晚上主要复习数学和物理啊。刘老师说了，通过这次测验，主要是你那题呀，背的不熟。知道了。爱岗敬业，艰苦奋斗，公正廉洁，甘于奉献，真正成为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的贴心人。温家宝指出，周国之同志的事迹感人至深，要多发现和宣传为群众做好事、办实事、解难事，一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基层干部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做广告策划的。有钱吗？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。你没钱坐这儿玩什么高雅呀？周国之亲属和周国之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，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。小红，看看谁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琪琪！哎呦，爸爸可真想你了。看什么呢？我看看我爸给我找的小妈在不在啊？嗨，
不在，来，快来。嗨，我说呢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说这种话。姐姐，不准和爸爸这么说话。爸，我来是告诉你件事儿的。我妈呀，又找了个男人，而且要结婚呢。结婚？不可能，我了解你妈，她不是那种人。切，你还不信呢？我妈还让我管他叫爸呢。过2天要举办婚礼。那男的很有钱吗？有什么钱呀？整一个穷光蛋。那这可不像你妈的做派。要不说呢，我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。那我说琪姐，你说你跟着你妈有什么好处啊？管得严，又不给你钱花，你还经常站在他那一边，这不又给你找一后爸爸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受罪。琪姐，这样，你跟你妈妈提出来，跟爸爸过来住，好不好？那你也没给我钱呀？胡说！上个星期没给你钱吗？哎呦喂，我的亲爸爸哟！就您给的那一点点钱，管什么用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买一身名牌服装要多少钱吗？买一套进口的化妆品要多少钱呢？我说琪姐，我觉得你现在是个高中生，还没有到穿那种衣服的时候啊，所以我也觉得你没有地方花钱呢。是我现在是不需要，但我也得存钱吧。兜里没有钱，像以前似的，干什么也干不了。你说呢？你真是为了存钱？那当然了，我要存钱，将来上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出去旅行。好，如果你真是为了存钱的话，那爸爸一定答应。爸，还是你对我好，不像我妈整天抠抠缩缩的，这也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，不知道留的那些钱给谁用呢。他要把那些钱给那个姓刘的，我跟他玩命。这话是真的？谁骗你谁是小狗。好，那爸爸这次让你一定满意。不过咱们现在说好了，如果我和你妈妈谈妥了让你住在爸爸家的时候，你一定得同意。克敏，你别看电视了，这个广告有什么看的？来，把奶喝了啊！喝完写作业去啊！你说你田姨也真是的，这离婚了，全场都知道，还瞒我呢。你说，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谁离婚了？没有，我说小东他爸出差了。这不对，你坐下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小东他爸妈离婚了吗？你跟我说呀！你要不说，我可不看书了。那我要告诉你了，你别跟别人说啊！你快说。小东他爸跟我们厂那个集团的大老板跑了，走了好几天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你说你田姨这命可真苦，下岗了，工作还没着落。你说小东他爸又跟他离婚了。哎呀，这以后啊，就靠这8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过日子。小东还得考大学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说。可是小东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啊。他上哪儿知道去啊？刚才我碰着你田姨，你田姨还跟我说，啊，他出差了。哎，你可别跟他说啊，这孩子命够苦的了。奶喝。寻思啥呢？来，看我的。看什么看？